那讲到最近这半个月以来，桃园已经停电停要20届啊。昨半暝啊，伫咧中立甲大园是又搁再停电，影响有2779户。也今透早6:05分，是搁再换桃园的旧山甲新北南口停电，有6627户受到影响。 最近桃园一直咧停电，初五早起6:05分，桃园市旧山区大公里一带甲新北市林口区河南里附近6627户停电，台电紧急抢修伫7:30分全部来电。有大公里居民表示，早起6点外暂停停电，各有电，各停电到7点外。6点起来的时候就没有电，可是差不多没多久又来了，来了就停了一下又来了。 一半的时候电梯给我冻在那里，那是我最害怕的，求救无门。没电也是要赶快把它搬出来，找地方冰啊，不然食材坏掉那都是钱呢。 其实，初10日暗时11:44分，桃园中立区领航南路、大丰区清城路附近就传出停电，影响2779户。初五透早12:54分全部复电。初五拜四早起6:05分，桃园市旧山区、新北市南口区停电，影响6627户。7:30分全部来电。在台北市大安区顶河上款附近，拜六暗时8:18分也停电，影响445户。 暗时10:12分才有电，拜日透早北投区也停电，影响2908户。半个月以来，桃园市已经发生将近10摆停电，外界烦恼是毋是有欠电问题。台电澄清，最近停电大部分是设备问题。最近因为设备故障的问题，它也有一些是因为之前有雷雨的关系，也有外力的关系。真的缺电，那修好之后它就能够恢复供电，那哪叫缺电？它就是设备故障了嘛。 台电表示，电力设备因为天气设备维护老旧等因素，难免发生各种停电。桃园地区配电路线高达1.2万公里，快线有1109条。已加速桃园地区快线自动化建制，佮全面检查配电设备路线甲人力资源机制，希望将停电对民众影响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